最新數據顯示，2025年至今，灣區科技行業已經流失11,200個工作崗位。Google、微軟、Cruise 同 Walmart 近日向加州就業發展局提交嘅文件顯示，未來幾週內仲將追加裁員169人，其中均為永久性裁員。Google 呢一次將會喺 Sunnyvale 裁減53個職位，將會喺7月6號正式生效。微軟則喺 Sunnyvale 同山景城裁撤8個崗位，8月1號生效。通用汽車旗下已經擱置嘅自動駕駛項目 Cruise 喺三藩市裁減1人，此前該項目已經裁員過半。Walmart 亦都宣布將裁減 San Bruno 電商部門嘅106名員工，8月22號生效。灣區科技行業裁員潮持續。據 Beacon Economics 分析，今年前4個月，三藩市 San Mateo 地區受衝擊最嚴重，正流失5400個科技崗位。南灣同東灣分別減少3400同埋2100個崗位。隨住疫情影響消退，灣區科技企業正係經歷長期業務瘦身，通過裁員等方式回歸合理運營規模。此外，喺裁減非核心部門嘅同時，科技公司正加速向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轉移資源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